罗马书第4章。安尼，关系阮血统的祖先亚伯拉罕，伊有得到什么？咱要安怎讲？亚伯拉罕若是对行为受称做义人，伊就有通夸口；毋过对上帝看，伊无通夸口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：亚伯拉罕信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就算伊做义。工人得到工钱，无算恩典，是应该的。毋过无靠行为，只有信宣判罪人做无罪的上帝的人，伊因为有这个信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大笔嘛有讲起无靠行为，互上帝甲伊算做义的人有福气。伊讲：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宽赦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主无甲伊定罪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安尼，这个福气只有互受割礼的人是无？毋是，嘛互无受割礼的人。因为我已经有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是安怎算？是伊受割礼以前，还是以后？是割礼以前，毋是割礼以后。后来伊有受割礼，这个割礼是一种记号，印证伊还未受割礼以前，就对信，互上帝接纳做义人。遐个无受割礼的人，因为信，上帝有接纳因做义人，通互亚伯拉罕做遐个无受割礼的信徒的祖先。伊嘛是受割礼的人的祖先，因毋若受割礼，嘛有照阮的祖先亚伯拉罕受割礼，以前信心的模范在生活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，要互因承受世界做产业。这个应允毋是通过律法，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义。若遵守律法的人，才会当承受上帝的应允。信就空空，应允嘛无路用。律法会惹起上帝的受气，无律法就无违法。因为安尼，应允是用信做根据，要保证应允是出自上帝白白的恩典，互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，毋但有受割礼的人，嘛包含遐个甲亚伯拉罕相款有信上帝的人。伊是咱正人的祖先，照圣经所记载：我有互你做万民的祖先。这个应允伫上帝面前有效。亚伯拉罕信这位互死人搁活，搁对无创造有的上帝，伊伫无通仰望的时，遥看仰望，信讲伊会成做万民的祖先。照所应允的话讲，你一定有真侪子孙。伊已经真饱岁，想到家己无生育的能力，若亲像死去。撒拉也已经未生囝，毋过亚伯拉罕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，伊对上帝的应允无犹豫，信心反转若坚定，将荣光归乎上帝。伊确信上帝一定会实现家己的应允，所以亚伯拉罕因为信，互上帝甲伊算做义。毋过，甲伊算做义，这句话毋是简单为着伊，嘛是为着咱遮个人写的。因为咱有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咱嘛会受算做义。为着咱的罪过，上帝将主耶稣交互人害死，搁为着要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上帝有互伊搁活。